规家仔路全守伊。新历过年，随身甲随月兄妹仔，互阿爸载去草地，甲阿公阿嬷住。早起时，阿嬷炖暗糜仔、豆浆仔汤配豆乳、菜膩。随月面哼哼，毋食糜。阿公问随身，阿我仔是安怎？阮伫台北早餐拢食面包配牛奶，咸菜伊食袂合。阿嬷问阿公，阿生是讲啥？伊讲早顿拢食芳啉牛奶啦。囡仔人毋通紧食，才会咬大汉，身体勇。随身讲，妹妹袂挑食啦，伊喙齿疼。随月面油面角点头。阿公讲，大开汤柑仔食伤济，皱起。阿嬷讲，哪会无带去互人看？随身讲，昨日阮阿母有要带去看医生。阿嬷讲，敢若看医生袂好，爱互先生检查治疗才对。随月讲，台北无专门看喙齿的病院。阿公讲，哪有可能？随身讲，有影啦，规家仔路拢牙科牙医，就是无甲一间齿科。阿嬷讲，哪遐侥幸，牙长长、痒痒，齿短短、杂杂，野兽毋才发牙。树血鬼甲妖怪嘛有牙。随月讲，阿公讲，我做囡仔时代嘛有发猪公牙，互先生挽掉啊。阿嬷讲，今仔日咱人同时。阿公讲，旧历哦，敢若11月16个款。阿嬷讲，厝边兜黄姓的较早做齿科，逐个月15会转来庄脚住。你去甲探看卖，请伊来处理阿我仔的皱齿。阿公讲，黄先生退休啊，无咧看患者。随身讲，阿我仔是喙齿疼尔，毋是啥患者。阿嬷讲，随身真巧，去病院的无一定是患者，人嘛有无代志去做健康检查的。阿公讲，我来去找伊，若有伫咧，就甲养一个。阿嬷讲，若养袂行，就爱甲顾正。阿生讲，阿嬷讲话阁有道具，真好听。阿月讲，莫怪阿爸会互阮两个来遮学台语。